病中间吼，主要说安尼甲你讲。伊甲讲，我咧倒咧吼，啊伫顶头发3声，我你免食药啊，食药袂好啦，啊我是照常食啦。哦，连续3声连续讲3声啦。哦，啊我小艰苦无食，敢袂使。啊你哦一日惊啊吼，看了腰足惊，就病甲，啊偌好呀。迄就是心脏电大吼，7寸半吼。哎是。啊到尾啊，差不多甲安静就好样吼。嘿嘿。去台北个医生看，这个电光病第二啊，伊讲安尼就好咯。7寸半煞变5寸半，5寸半算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心脏。伊讲安尼就好啊，啊伊这是伊家医，我是要请家医，毋是伊家医。真家己医的啦。所以咱对高龙金嘛，伊会见证中间吼，伊伫破病顶面，伊讲起来迄阵，伊嘛还讲捌认捌耶稣，只不过是人家伊见证耶稣尔，嘛捌听过有即个耶稣的道理啦，吼，耶稣安那救咱，拢还未听到，咱天地的精神已经知影，所以亲自开声，甲即个高龙金嘛讲，你免食药啊，食药无效啦，连续甲你讲3声，就表示讲精神吼，要直接甲你救。其实这个救赎恩典吼，实在是主要说吼，听咱啦，要直接竞选咱，因为咱已经走投无路啊嘛。走投无路对啦。伫这个时阵，食药食无效诶。伫这个时阵，咱主了解万人的心，伊伫这个中间吼，会当认捌你需要来拯救你，所以才着。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你现在所听节目是厝边客厅，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今日彩色人生这个单元内底，喜讯特别来到彰化市永安街来访问真耶稣教会、彰化教会的林康龙兄弟、江龙姐江龙姐以及伊上细汉的这个查某囝美丽姐要来咱节目中间来见证分享，因为真信仰的追求顶面所得的这个恩典，亲身所体验、亲手所摸、心灵实在去感受到。主要说遐喜乐平安呢，要来见证，互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会当互咱做伙来认捌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甲咱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做伙来共享这种恩典。江龙姐江龙姐以及美丽姐拢来伫边咱先请因甲咱听众朋友来招呼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好，真感谢天地真神，互小弟有这个机会来访问到因。因来就是百忙中间来接受喜讯的这个采访。首先，我要请问江龙姐恁本来敢是这个人？加人卡离这偌远？这差不多3米路。3米路，毋着这个金马路去过哈。哦，即马这是算永安街啦。恁伫这住偌久啊？我超过30多年。超过30多年的时间，这30多年时间内底，拢还阁袂歹啦。真平安啦。你有做过什么工作？我30外岁的时代捌做过米，捌做公务了，算公务了就对了。做3-4年间的时无做，才转来彰化。彰化佫做啥物？彰化做鱼仔生意，拢出去卖鱼安尼。这个讲者伫你以前细汉伊甲即嘛，你伫这个信仰的追求顶面你怎开始是信啥物种的宗教？我是大的时，拢拜公妈礼呢，以外无咧信东信西，较无啦，较无迄个信东信西。是。为什么伫一般的这个时代因所传来这个民间信仰啦，还是讲这个拜这个神主牌祖先这种的信仰你会进入这个来信耶稣，到底是怎么种的情形？因为早人身体无好。讲即嘛拄好我听到这个讲者咧讲，因为讲即嘛你无平安。所以才来信耶稣。你当初是这个无平安是当时开始？超40岁啊！超40岁。伫这个40岁进前你身体应该要真好嘛？进前是袂歹啦，就咧我在囝那歹。你敢是有4、5个囡仔？
5个，5个吼，一当生5个囡仔，这身体应该是拢袂歹。不过将这囡仔拢甲养饲甲大汉吼，啊上细汉的当这是嘛已经几岁啊？那当请美丽姐甲咱讲一下。像我差不多初中啦。哦，初中啊，当这是你感觉恁妈妈本来身体安那？无啥好。无啥好。嘿，伊当定咧艰苦，我就带叫医生看。这个讲即嘛吼，你怎样开始破这个病吼？是差不多什么情形？这艰苦的情形是安那？啊，都讲惊寒，大家听，啊袂困，啊心脏点大到7寸半，啊，阮囝都甲我开头门，我讲莫开啦，你毋知老母会艰苦。甲我惊，窗门开就惊就对啦。哦，窗门开就会惊。嘿，就会惊，啊毋知你惊啥，我嘛毋知啦。啊，所以你普通时啊，拢差不多包一个保护巾啊，伫你头。啊包好大条碰些，就搁涮落去食。我早食吃伊食。啊搁穿大蟒。哦。阮老的早甲穿做下底，搁穿我大蟒。含热天啊嘛呢？都热天啊，我会记阮咧大蟒，医生的某我加食了阿表啊啦。伊讲不然你照天穿安怎？我啊都惊寒，啊都甲食风啊，无穿敢袂使。算热天人，窗门都无开。哦，窗门无开，啊热天人，啊再搁穿衣啊，所以无怪互人讲啊你哪遮要热穿干呢吼。所以这讲起来是真无自由，真无平安，真艰苦的情形。这中间当中有偌久的时间？几年？我穿到3-4年有啦。拢是安尼过这种生活呢。咱先来听节目吼，如果你若是拄着这个情形，莫讲3-4年啦。差不多一礼拜吼，你就挡袂掉啊！还有人讲热天人搁穿衣啊，拢嘛咧吹冷气，搁吹电风，所以这就是无正常。啊，伫这种伫咧艰苦的中间，你有啥物种的这个医疗措施吼？啊，互你希望讲减轻这个病，还是甲你医治这个病？你有去找啥物医生无？有啦，就讲阮医生12个啦。哦，恁家己的家族？嘿，阮家家族12个啦。像医生世家就对了。都阮大伯4个囝吼，啊，阮高中4个囝，阮大伯本身是医生就对啦，啊，加上医生啦，是，总共12个啦。哦，12个医生咧甲你帮忙。系啊，啊，就孙仔嘛医生吼，好，啊，就看袂使就走台北去啊。哦，佮走去台北。系啊，台北搭一间。台中先去，啊，在中街，啊，在国大。啊，所以你差不多真济医生啦，甚至真好医疗的这个病院，你拢行过啊？嘿，拢有行去。啊，除了这以外，啊，你嘛有去找中医无？中医我就有啦，啊，做袂好，嘛是拢无效。伫西医、中医拢无效的中间吼，你敢有去拜什么神明偶像？有啦，我哪有去拜啦？啊，拜了我家就是拜不啦，讲像什么佛祖，都抢倒来遮拜，伊买倒来遮拜啦。哦，买倒来拜。啊，拜好，啊，就在个抢，阮老妈妈要死啊！哦，伊安尼咱就做迄个嘛。哦。啊，老大人骂我就讲无买啊，啊，就去先老尾啊，就甲弟弟等家己。算是这种无平安内底吼，你去医生啊，个人甲你建议讲吼，去请神明倒来拜安尼。啊，咧拜中间，你嘛感觉讲无啥物？啊，咧拜无效啦，拢无效安尼。无效啦。啊，所以伫啥物情形内底，你去信耶稣？食药食袂使无？啊，我一车要甲我报啊，讲你著去信耶稣才好啦。啊，你车住伫倒位？先落遐，啊去伫台北阮家使啊，啊伊就甲讲著去信耶稣，我因一个囝哦，我若敢若讲，伊咧带大某弟带足济，你摕钱个头家请甲，请钱歹请。你讲啊无你去信耶稣，迄伊咧我等你涂骹咧，迄伊咧伊怎么唔信啊？讲伊咧等你涂骹啊。啊人叫人讲去信耶稣，啊就抓去倒来抓回来。抓好。啊伊讲落阿正啦。啊所以伊将即个亲身的见证讲互你听，啊你后来你安怎做？啊伊见证我听，我是讲好，啊无我嘛来信啦。啊我昨伊带我去迄个永和中和也有教会啦，啊我昨介绍吼，啊甲迄传道讲啊，讲帮助我祈祷安。啊帮助我祈祷，伊甲报讲中华嘛有啦，啊就写住所啊，我伫迄个扶桑楼顶啦，啊扶桑楼顶去找有啊，护士甲讲无啦，无伫遮啦，啊我头尾是无啊，下尾走过来我落去摕1年才摕着。咱遮报传单来咱遮，算讲有传单分到遮，啊你看到传单，才知影讲教会伫倒位啊？安啦。啊你看到这传单了，你安怎做？
就打电话去教会啊吼，伊才讲都起好啊。哦，迄阵会堂已经起好啊。起好啊，我前段时间袂好，咱大时间全无去做啦。算时阵还未到，哦，会堂还未起好，伊还未起好要分堂啊吼。哦，啊分倒出来，师傅甲我讲妈妈，你讲去食到伊食啦。啊，我早间拄去迄台南高阳我转来，诶妈妈你著去信耶稣。啊，我转去找。你怎啊照这张传单，啊敲电话入去教会安尼。嘿啊。啊，你敲啥物人接诶？伊个单丢落因妈妈，我拢叫老大姐啊。哦，啊，伊阵咧顾教会哈。伊顾教会啦。啊，伊甲你安怎讲？伊讲好啊，会使来啊。啊，我早去，啊去我怎传到了对人真好啦。吼，啊一个袂大人欧巴桑吼，讲我咱圣诞，啊个我有啥帮助祈祷，拢写一张我诶名吼，叫传道帮助祈祷安。啊，当初是这传道啥物人？黄丁家。黄丁家传道啦，后来长老啦，吼。后来长老着啦。啊，伊就甲你讲道理互你听。嘿啊，啊伊就来阮遮嘛，在遮坐坐。哦，甲你访问就对啦。甲你见证吼。见证我听啊。伫来慕道这个过程内底，你差不多偌久你的病就好去啊？敢若无偌久哦，头3个月尔。你的病就我到12月遐拜拜哦。我昨唔爱拜，迄点钟我拢甲吸收来，好暗工钟拢甲吸来，唔爱拜，唔爱点我做啦，唔爱点我做啊！我昨开始拢无咧点伊啊，好我叫传道，我传道啊，你讲第5项我唔爱拜，好啊传道第5项了，头就3个月我叫你圣灵啊啦。这个圣灵，咱亲爱听众朋友，这个圣灵就是真神的灵。是圣的，所以伊若临到着咱的这个身上的时阵吼，咱会当体验着真神甲咱同在。因咱知影讲神是无形象的，伊看袂到，伊是灵，所以拜伊是用心灵，是拜伊。咱若是诚心来到伊面头前来祈祷，啊，伊的圣灵，伊的灵特别临到伫咱的身上。啊，咱本来咧念下日了咱遮所咧祈祷的时阵，咱这个指头会开始转起来、跳起来。啊，心内敢若一个喜乐泉源共款，一直溢出来，一直溢出来安尼吼。啊，所以伫这个指头顶面吼，会产生一个奇妙的这个微语的变化。啊，你也知影讲你得圣灵，啊，传道者嘛知影讲你得圣灵。所以当这时啊，这个讲者嘛，啊，伊就是去教会祈祷，等于3个月了后，伊就得到圣灵。等你得到圣灵了后，你有啥物体验无？这个圣灵感觉我真欢喜就对啦。啊，你的病嘛，一定安尼怎好去？啊病都传到咧黄山做甲按手啊吼，啊早前做诶，啊我就咧想讲啊是啦，恁就甲医哦，啊就一手就好。哦，一个手就好呀。嘿，你祈祷就一手就好呀。哦，安尼啊，所以真感谢天顶真实的恩典。伫无道这过程内底，一直到主要所甲医治吼，是一个久就好去啊。神若要互咱好，啊一个久就好去啊。拄啊，这个讲即嘛咧讲啊，讲这个。传道者甲伊按手吼，这个按手就是讲神者的传道吼，啊来按手伫咱头壳顶，就是讲要来帮助咱，啊要来互咱的祈祷呢，会当更较迫切、更较动心、更较有气力。啊，其实最主要医治咱的是咱天顶的真神。这个传道者只不过是按手，咧甲咱帮助，加添咱力量。啊，神呢，才伫这个传道人的手呢，互这个病，互这个魔鬼呢，会当离开咱这个身上，啊，互咱得到平安。我请问讲即嘛吼，伫你病得到医治了后，啊你有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人物啊，甲要来信主，你有啥物种的决心吗？我决心要信耶稣啊，耶稣甲我医治，啊，昨仔入要真神阿爸要得救恩啦。后来你就甲讲者做伙去接受洗。我甲阮头接受洗礼啦，啊洗礼系足轻松嘞，超17、8岁啊，我都甲阮小妹讲，会睇见耶稣好啦。世界迄身体足勇嘞，啊，佮拢毋惊好，毋惊寒嘞，啊，心足强嘞。啊，因讲有影，我有啊会啊。所以当初是56岁，啊，洗礼了起来，迄身体敢像16岁安尼吼。哦，这个身体足好嘞，就对。用就对了吼。啊，我去登团队因兜吼，登团队讲，哦，啊，你这了，那加教练，讲我现在真系加教练啦。哦，啊，老大姐大家转来甲讲，哦，林太太，你这洗礼了，我身体佮足好嘞，我遐足轻松嘞。所以咱洗礼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保护，啊，借着这个伫活水中间洗礼吼，神的灵吼，啊，甲伊的真理运行伫中间，咱奉耶稣的名洗礼，洗去咱的罪。哦，当咱这个罪得到赦免了后，咱知影讲这个讲即嘛吼，伊是得到这个魔鬼的病，吼，魔鬼控制着伊的身上吼，啊，所以互伊安尼，不拢是安尼也惊寒，
过了一个无正常的生活，暗时啊困袂去，日时也袂困的，身体愈来愈歹安尼，这就是魔鬼咧做工。啊，魔鬼控制着人的心，互咱人袂平安，心灵袂安宁，不足真艰苦安尼，这是咱一般人所袂当体会。啊，当伊信耶稣了后，接受洗礼，奉耶稣名洗礼，洗去伊的罪了后，当对活水对保会中间起来了后，这个新的灵就做工，互伊罪得到赦免以后，啊，这个魔鬼就离开。当伊离开了后，敢像少年查某囡仔共款，啊，这个身体真勇，窗门毋免搁再关，保护巾毋免搁再抹，球仔呢嘛毋免搁再穿，忽然之间呢，完全拢会困去啊！这会当讲是咱伫主要所基督啊内面的一种平安，就是安尼。一切医生，不管中医师还是讲西医也好，是真好病也好，确实有影这种病实在是袂当得到医疗的。只有耶稣基督，伊是咱全能的主，伊是咱万能的这个医生，伊也是咱灵魂的救赎主。咱也会当来倚靠伊啊，咱就会当真正得到平安。所以自从高雄镇嘛，你得到这种恩典了，经过20年嘛，20年，76岁啊，身体还阁真好，所以我一直在感谢天地的真神。啊，这70多岁讲话啊，拢非常的清楚，啊也实实在在将耶稣基督恩典呢来见证出来。我直接补充一个，当这时高雄镇嘛，你还未信耶稣进前，有得到一个主耶稣互你一个启示，敢是安尼？你咧破病中间主耶稣安尼甲你讲。伊甲讲，我咧倒咧啊伫顶头发3声，我你免食药啊，食药袂好啦，啊我是照常食啦。连续3声连续讲3声啦。啊我小艰苦无食，敢袂使。啊你话一日咱行啊看了药足惊，就病甲，啊煞好诶。心脏电大7寸半是。啊到尾啊，差不多甲按照就好样去台北个医生看，这个电光病第二啊，伊讲安尼就好啦。7寸半煞变5寸半，5寸半算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心脏。伊讲安尼就好啊，啊伊这是伊家医，我是要真家医，毋是伊家医。真家医的啦，所以咱对高雄镇嘛，伊会见证中间伊伫破病顶面，伊讲起来迄阵，伊嘛还讲毋捌认捌耶稣，只不过是人家伊见证耶稣尔，嘛毋捌听过有这个耶稣的道理啦，耶稣安那救咱，拢还未听到。咱天地的真神已经知影，所以亲自开声，甲这个高雄镇嘛讲，你免食药啊，食药无效啦，连续甲你讲3声，就表示讲真神要直接甲你救。啊，其实这个救赎恩典实在是主要所听咱啦，要直接竞选咱，因为咱已经走投无路啊嘛。走投无路对啦。伫这个时阵，食药食无效诶。伫这个时阵，咱主了解万人的心，伊伫这个中间会当认捌你，需要来拯救你，所以借着亲戚朋友甲你见证，也借着主要所亲自甲你开声，知影讲药确实无效，倚靠主的能力甲伊的圣灵，咱才当真正得到平安。我今晚要来请问高雄姐啊，已经遮济岁啊，你到即马你会感觉安那？感觉是内底拢有平安啦，我家己本身是有平安啦，像这个脚骨接回来，脚骨较无臃肿。虽然讲这个脚骨较无臃肿你的心安啊？心是因为心欢喜讲家庭平安上好啦，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啦，这信心所以伫进前我也捌甲这老大人讲者，伊定定拢后去报道遐去分团单，家己团契定定有啥物活动，讲者也拢会去参加。咱真耶稣教会对这老大人讲起来，伫这个心灵各方面的嘛拢非常照顾，所以定定有这个家庭团契，还有真济活动，比如讲访问活动啦，还是讲分团单的活动啦，还是讲其他有这活动咱讲者定定是会通，伊拢有去参加。我拢参加李林和美，像我拢有去参加啦，参加上济就是报道基督所啦。我逐班都拢有去，拢有去分团，拢有去分团啦。安尼70几岁啊，咱一般人拢安尼真惊吓，真艰苦安尼但是感觉讲人生到底毋知要安怎行。但是信耶稣的人，这个老大人，迄个心灵足活泼的，因为知影讲万事拢有神的旨意，万事呢也拢有神想事平安方面会当讲是有耶稣基督真理伫咱心内所以咱毋免惊吓。感谢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以后若真有机会，咱阁来继续来访问高雄姐甲高雄镇嘛。咱节目最后，咱是毋是要请这个高雄镇嘛？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最后来讲啥物话无？互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参考。
一个社交朋友，要大家来信耶稣。我较早足无平安的，因搞做10多年，来信耶稣，洗了全大家吼身体全用起来，全好。兄弟姊妹就大家吼会来信，灵魂后日当得救。亲爱听众朋友，今仔日访问高雄姐甲高雄姐嘛，这个节目呢，就到这个所在。咱也希望咱亲爱听众朋友吼，会当来听到这个高雄姐嘛，伊实在的见证呢，来分享给咱大家。咱来当吼，甲伊做伙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救恩。咱即嘛做伙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天父，阮可靠救主，阮感谢你赏赐良空活气，五谷菜色，互阮人类来享受。你也赏赐着活命之道，互阮会当找到人生的活路。因为过去当阮无认捌你的时阵，阮心内充满着无理由的嫉妒、纷争、不满，阮过着痛苦的生活。魔鬼也常常借着安尼来进入阮的心中，来扰乱阮的生活，互阮伫苦楚中间无法度来得到真正的平安。但是主啊，阮感谢你，自从阮认捌你了后，阮会当借着你的话语来得到讨白，互阮会当靠着你的圣灵来赢过罪恶，赢过撒旦的攻击。亲爱的主啊，伫这个世间，还佫有真侪人伫这个患难中间，因为无认捌你，结果找到毋是属你的神来做倚靠，结果因也受到亲像江龙姊妹的痛苦共款，受尽撒旦真侪折磨。主啊，阮今日借着你所赏赐的这个机会，阮伫空中借着你所竞选的儿女，用着感恩的心来大声见证你所予阮白白恩典，让我来分享予阮较无你真理的朋友，甲阮做伙来得享你的救恩，来稳定阮的心灵，度过人生各种的风暴，来共享你所予阮的平安甲福气。主啊，我嘛知影你凡事拢会，伫你无难成的事。要紧的是，阮需要有你的信心，也求助你圣灵来帮助带领开启阮众人的心。伫这个多变的世代，阮人人拢当来找到你，来做阮的救主，做阮的真神。阮众人拢当过着一个真平安、真喜乐、真福气的生活。最后，愿至高所在，荣耀来归予你，救恩平安呢归乎你所爱的众听众朋友。哈利路亚，阿们。今日咱访问高雄姐啊、高雄姊嘛，甲美丽姐啊，的这个见证，就甲这个所在，咱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